宜兰一个国中的体育组长指控总部主任甲伊匹配叫、甲伊刁难，向学校来申诉霸凌。学校有成立调查小组，嘛认定霸凌有成立。不过，这个总部主任是否认讲霸凌，目前嘛也会当提出行政救济。我跟他讲就好了。在办公室环境，国中省干的体育组长指控省长的总部主任涉嫌职场霸凌，除了在办公室故意在上课时阵，在学生的面头前大声骂，甚至不当查课，提手机落去上课进行。那我主任呢，直接就到小孩子还有我的面前，直接把小孩子手上的报名表直接扯掉，对，直接扯掉、收掉，然后直接对我咆哮说，事情不是这样做的。现届嘛，组长指出，业务上常常副主任针对伊无法度高奖分，提出职场霸凌申诉。经过学校调查，这主任被认定职场霸凌成立。不过学校后续无任何作为，这主任也无受处罚。我们也把结果正式发函给两位老师，那也里面也告知两位老师相关的一个行政救济的一个办法，这样。他是跟我要资料，那我有说，请你列下来，我会提供给他。请问我这个有刁难吗？我会申诉，而且我已经委任律师了。要针对这个个案的情况，那现在目前调查结果也确定，那学校应该就依相关的规定进行后续的处置作为。省长主任无承认负霸凌行为，学校指出霸凌案成立了后，送教师成绩考核委员会，不过主任也个人用行政救济，专案单定案了后，考核会才会裁处。双方目前的职务未过负业务接触。要就是揭露资讯嘛，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那学校在做什么处理？人本教育基金会提醒，若学生看到相关的代志，一定会受影响。学校应该完整讲出来，让学生了解状况，也叫未来安怎预防这种代志个发生，唔通让事件正做伫学校之间传来传去。公视新闻宜兰报道。